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Uncle Sam Roaster Division。我係 Sam。上一集我哋深度導讀咗咖啡教父 Scott Raoul 嘅烘豆實作聖經，拆解晒佢嗰套硬核物理同三大定律。好多朋友聽完之後同我講，三叔理論我明晒啦，我條曲線都好靚呀 ，raw 永遠下降，唔 flick 唔 crash，但係點解我啲豆飲落去隻味都差唔多嘅，好悶呀？你嘅感覺冇錯 ，Scott Raoul 教你嘅係點樣安全下豆，係點樣烘熟隻豆而冇瑕疵，但佢好少教你點樣透過調整條線去設計你想隻豆呈現嘅風味。今日我哋唔講空泛嘅理論，我哋淨係講實戰。我會帶大家進化成風味設計師。今日我哋要解決3個核心實戰問題：一、風味設計秘訣 DTR 高低、梅納期長短，到底點樣具體影響杯入面嘅味？二、同一隻豆嘅變形金剛，一隻豆點樣烘出3種截然不同嘅風味？三、烘焙策略制定，當你攞到一隻生豆，睇海拔睇水分，第一鍋應該點下火力？呢一集係純乾貨實戰大師班，內容超過6000字，請你準備好你嘅Artisan曲線記錄同埋你部烘豆機。我哋依家開始，第一部分風味設計嘅核心變數，你真係識玩 DTR 同梅納期？Scott Raoul 話你聽 DTR 20%係好，但佢冇話你聽 DTR 18%同 DTR 22%嘅味有咩具體分別。我哋依家就嚟將呢啲時間同溫度轉化成感官語言。一、DTR Development Time Ratio 嘅實戰魔法，設計甜感與滑順度。大家一定要記得 DTR 決定咗隻豆嘅開發深度 Degree of Development， 亦即係決定咗隻豆嘅苦、甜、比同埋 body 厚實度。實戰 DTR 偏高，例如22%到25%。味道影響 DTR 越高，焦糖化反應時間越長，咖啡嘅酸度會被磨平，苦味同煙燻味會增加，但同時甜感同厚實度 body 會大幅提升。適用場景，你想隻豆飲落去滑溜溜，好似朱古力咁，或者你想做意式 espresso SOE。Sam 叔警告，好容易 flick， 如果你烘唔好，一爆後嘅 raw DTR 換嚟嘅可能係炭燒味同焦苦。實戰DTR 偏低，例如15%到18%，味道影響 DTR 越低，酸度保留越完整，咖啡飲落去會非常乾淨，花果香極之鮮明，酸質係活潑跳躍嘅。適用場景，你想隻豆飲落去好似水果茶咁，精品手沖豆嘅最愛，北歐風格。Sam 叔警告，極容易開發不足，如果豆心未熟透，低 DTR換嚟嘅會係穀物味，同埋好似咬到花生殼嘅尖酸味。二、梅納期 Maillard Period 嘅實戰魔法，設計風味複雜度與酸質類型。梅納期指嘅係由豆仔轉黃 yellowing 到一爆 first crack 嘅時間，呢個階段係產生香味前體 precursors 嘅關鍵。實戰梅納期拉長，例如拉到5分鐘以上。味道影響更長嘅時間去生成複雜嘅香味分子，咖啡嘅風味層次會變多，風味變得厚實 heavier， 酸質會由尖銳嘅醋酸轉化為更圓潤嘅檸檬酸或酒酸。適用場景，你想隻豆飲落去味道豐富、複雜度高，例如處理法特殊嘅豆，日曬酒香、厭氧處理。三叔警告，小心啤焗豆，如果你一開始火力比唔夠，死拉梅納期，風味會變得很平庸，悶悶地。實戰梅納期縮短，例如3.5到4.5分鐘。味道影響香味生成比較集中單一，咖啡飲落去風味極之乾淨清晰。Sharper 酸質係偏向蘋果酸或者核果酸，酸味比較突出。適用場景，你想隻豆呈現好乾淨好鮮明嘅單一花果香，例如水洗藝妓 Geisha。三叔警告，小心開發不均，縮短時間要加火力。如果風門跟唔上，豆表同豆心溫差太大，會導致豆表過渡，豆心未熟。第二部分實戰演練，一豆三烘，點樣設計想要的風味？我哋依家做一個思想實驗，手上攞住一隻好好嘅生豆，巴拿馬、波奎特、水洗藝妓、Panama、Bocata、Washer、Geisha，
海拔1700m，水分11.5%，標準嘅精品生豆指標。你想用呢隻豆烘出3種唔同嘅風格 ，Sam 叔教你點調整條曲線。風味設計1：極致花香果茶，北歐風格。目標飲落去好似佛手柑花茶咁乾淨，極高嘅花果酸，唔要任何苦味。烘焙策略：低 charge 高火力頭，短梅納期，極低 DTR。入豆溫180攝氏度左右，因為要北歐風，入豆唔好太熱，費事豆表過焦。梅納期控制喺4分鐘內，俾大火力，在 RAO 定律內嘅下降大火力，令豆仔香味分子集中。一爆要提前1分半鐘大幅提前收油，保證 raw 喺一爆嗰陣滑順下降，堅決唔准 flick。下豆一爆開始後1分15秒左右熄火，利用餘熱總 DTR 15%到17%左右即刻下豆。結果感官佛手柑、檸檬皮、乾淨活潑嘅蘋果酸 ，body 輕薄，完全冇苦味。風味設計2：平衡花果，香與甜感，經典手沖風格。目標有花香，但又有成熟核果、桃杏嘅甜感。酸質要圓潤 ，body 要中等滑順。烘焙策略：標準 charge、標準火力、標準梅納期、標準 DTR。入豆溫190攝氏度、195攝氏度。梅納期控制喺4.5到5分鐘，讓複雜度產生。一爆標準 Flick Defense 操作：提前1分鐘減火力。下豆一爆開始後1分45秒到2分左右下豆，總 DTR 20%到22%。結果感官桃子、杏仁、圓潤嘅檸檬酸 ，body 中等滑順，甜感明顯，花香依然存在。風味設計3： SOE 單品意式滑順朱古力風格。目標做 espresso。SOE 唔要酸，要極高嘅朱古力甜感 ，body 極厚實，做 milk coffee 要滑順。烘焙策略：高 charge 標準火力，長梅納期，高 DTR。入豆溫200攝氏度加，俾豆仔足夠熱能儲備。梅納期拉長到5.5分鐘，俾時間香味前體複雜化。一爆 Flick Defense 要更嚴格，因為你想佢 DTR 偏高。下豆一爆開始後2分15秒、2分30秒下豆，注意 ROR 必須依然係下降，總 DTR 23%到25%。下豆點溫度會比前兩者高。結果感官黑朱古力、焦糖 ，body 極厚實、滑順，幾乎冇酸，尾韻甘甜，配牛奶會變成朱古力奶。三叔小傑，你睇下，同樣一隻豆，透過 DTR 同梅納期嘅調整，我們可以設計出3種截然不同，但同樣安全冇瑕疵嘅風味。呢個就係風味設計師嘅權力。第3部分。生豆烘焙策略制定，睇海拔與水分，第一鍋應該點做 ？Scott Raffel 話你聽要永遠下降，但當你攞到一隻全新嘅豆，你點知道一開始要用幾大火力？三叔教你點樣透過睇生豆指標嚟定第一鍋策略。核心指標1：海拔 altitude 等於豆仔嘅硬度與動能需求。海拔越高，溫度越低，豆仔生長越慢，豆嘅細胞結構會越緊密，即係隻豆會越硬。實戰硬豆海峽1500m 加，例如埃塞俄比亞、肯亞。策略高入豆溫，大起始火力。物理邏輯硬豆內部緊密，熱傳導慢，你要一開始就俾足夠嘅熱動能，先可以令熱能傳到去豆心。如果你 charge 溫唔夠，火力唔俾，你會發現硬豆個 raw 全程拉唔起，最後變成焗豆。實戰軟豆海峽1200米，例如低海拔巴西、越南、雲南。策略低入豆溫，細中起始火力。物理邏輯軟豆內部疏鬆，熱傳導快。如果 charge 溫太高，火力太大，熱力會一下子爆開，令豆表過熱，導致豆心未熟，但豆表已經碳化。
核心指標2，水分 moisture 等於豆仔嘅吸熱特性與轉黃時間。水分越高，你需要越多熱能嚟將水氣蒸發。實戰高水分豆12%加，例如剛採收嘅水洗豆。策略高入豆溫，大火力。物理邏輯，你需要大能量去應付頭段嘅水分脫去，你第一鍋要預判梅納期會比較長。實戰低水分豆10.5%，例如存放耐咗嘅日曬豆。策略低入豆溫，細火力。物理邏輯，豆仔本身已經好乾，火力稍為俾多少少，佢溫升會好快。你第一鍋要預判佢溫升會好快，要比預期更早開始防 flake。核心指標3，處理法 process 等於豆仔嘅焦糖化2度。實戰日曬豆 natural。策略低中入豆溫，標準中段火力，嚴格結尾控火。物理邏輯，日曬豆豆表殘留糖分多，極容易焦糖化過度，一爆結尾嗰陣 raw 反彈 flake 嘅機會極高。實戰水洗豆 wash it。策略高起始火力，標準結尾控火。物理邏輯，水洗豆乾淨，糖分殘留少，一爆 crash 嗰陣可能會插得好深，所以中段火力要俾足。第4部分總結，用數據控制安全，用邏輯創作風味。三叔講到呢度，相信你已經明白 Scott Rao 嘅理論同我今日講嘅風味設計係基石與創作嘅關係。Rao 定律教我哋點樣安全穩定咁控頭，永遠下降嘅 Rao。我哋今日教嘅風味設計係喺呢條滑順曲線上面，點樣畫龍點睛？1. DTR 決定苦甜比喻 body。2. 梅納期決定風味複雜度與酸質類型。3. 生豆海拔水分決定第一鍋嘅能量起點。當你攞到隻新豆，你應該係咁樣諗：大於海拔1800m 肯亞水洗豆，硬豆水分高。策略大入豆溫，起始俾足火。我想做水果茶風格，目標短梅納期，火力要維持。風門要跟上，低 DTR 一爆後1分15秒即刻收下豆。Artisan 數據要確保條線滑順下降，絕不准 flake。呢個就係一個成熟有數據邏輯嘅烘焙師嘅思維。數據唔係為咗睇條曲線幾靚，係為咗俾你可以準確咁創造風味，並且係可以無限次複製。好啦，今日呢集6000字以上嘅超長實戰大師班講到呢度。呢一集嘅內容真係好硬，涉及風味設計同埋生豆策略，請你將呢集內容分開幾次，配合你部烘豆機，一邊烘一邊消化。如果你今日聽完對一豆三烘或者硬豆軟豆策略有任何具體問題，記得留言話我知，三叔一定會親自答你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硬核乾貨幫到你，由理論進化成實戰，記得訂閱 Uncle Sam Roaster Division， 點讚並分享俾你身邊嗰啲想成為風味設計師嘅朋友。我係 Sam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完。